家好，我叫奥运尔尔顿，然后在台湾其他人们都叫我云云，然后我现在待台湾已经1年多了，然后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的大2的学生，然后这个影片我给大家介绍我在台湾的生活是怎样，然后如果你们准备好的，那就我们开始吧。刚来台湾时，一切对我来说都充满了新鲜感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和台湾人打招呼时，说了一句 “hello”， 那一刻就是我在台湾生活的开端。随着与朋友和老师的相处与交流，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语言和文化，甚至开始欣赏并喜欢上台湾的生活方式。台湾的生活很舒适，节奏也比较悠闲，在这里摩托车比骑车更方便。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四处探索，这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乐趣。我们骑车去过许多美丽的景点，比如杨咩咩橡树民族乐园、口湖临海园。这时候我第一次吃过海鲜。台北动物园等等，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台湾有很多适合骑车的地方，所以只能享受风景。我来练一次。南妹，我可以打稿吗？这也要打稿。在台湾，我的大一生活是在云林县的北港镇度过的。在北港期间，我有幸参加了印马祖活动，这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回忆。北港印马祖活动是一项盛大的宗教活动，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的信徒，也是北港地方凝聚力的象征，甚至被称为北港人的第2次过年。其中，北港老土石、白河石阵是印马祖活动中最重要具特色的称头之一，曾被邀请在国庆典礼上表演，这对北港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誉。有一位老师曾邀请我加入这个社团，参加了一堂课后，我被社团中的热情气味所吸引。通过这个社团，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台湾文化。也能够向一些人介绍了我国家。蒙古的是哪一位呢？这个，我们的云云同学来自蒙古的。您是内蒙还是外蒙？外蒙。哎呀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1个礼拜，去那边工作过啦。我很高兴加入了这个社团，由于这个社团，我交了很多台湾朋友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认识了台湾文化，还有一个就是提高了我的中文。小白兔。好，过来。我来台湾的主要目的就是读大学。目前我是中国医药大学运动医学系的大2学生。许多人听到运动医学这个科系时，会好奇它究竟是做什么的。其实运动医学并不是体育系，而是应用医学知识来帮助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提供运动表现，并进行运动伤害的预防与保健。然后我对每一门课都很有趣，尤其是大体解剖学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台湾不仅是我的第2家，更是我的成长之地。谢谢这里的人和事，让我找到家的归属感。希望未来我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